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首先我答一答何俊仁嗰個問題啊，有幾多，因為夠唔夠監倉咧？我建議你哋去參考1973年智利政變嘅經驗，佢哋係將啲政治犯運晒入去智利嘅國家大球場嗰度嘅，全部運晒入去嘅就得㗎啦。嗰度5萬人，我睇嗰套戲係講一個人入咗去之後，永遠都翻唔到屋企。你揾啦，喺嗰度得㗎。夠晒㗎啦，5萬人到啦。嗱，我又勸你參考下1976年，今日4月5號啊嘛，1976年4月5號喺天安門嘅時候咧，有幾十萬人走，佔領咗天安門。1976年呢度坐喺度好多人咧，當年都支持過中共政府鎮壓嘅，不過搞咗幾個月之後咧，10月嗰陣時咧，四人幫倒台咧，又話4.5天安門事件啱啦。呢個唔得係錯嘅，四人幫係錯嘅，所以大家講嘢唔好講得咁早。守唔守法，仲有個更高嘅原則嘅，就係為政者不義不仁，逼到啲人唔守法。呢度好多人都參加過㗎，嗰啲集會係非咗法㗎啦。呢個1989年5月21、5月28、6月4號、6月7號4次都係超過100萬人喺度街度行嘅。我相信你都可能行過，局長穿便裝，因為我撞到成隊香港足球隊喺度行，同我打招呼。非唔非法啊？佢攞牌嗰陣時攞到幾多人啊？係咪成個中環塞滿晒啊？你都喺度啦，你有冇捐過錢俾我啊？喺天星嗰陣時，你可能有，因為爆女都捐過呢個上海匯豐銀行嗰個鬼佬都抌咗2000蚊落嚟，法不責眾啊嘛。何俊仁你都唔使擔心啦。你當你一個政府連一個普遍及平等嘅選舉權都俾唔到人嘅時候，仲有乜資格講法治啊？係咪？我話俾你聽啊，根據你常識，梗係如果你幾萬人，梗係用催淚彈驅散咗佢，然後先捉得到佢㗎啦。你就咁抬幾萬人啊，都冇可能嘅嘢嚟嘅，一定係用催淚彈㗎啦，係咪？戒嚴令㗎啦，你而家北京係戒嚴添啦。5月19號一開始，呢個大把人當時爭住去啦，譚耀宗啊、曾鈺成啊喊咁口啦，屠殺學生唔得啦，係戒嚴令嚟㗎。5月19號啊哥。戒到去6/4嗰日都仲戒緊嚴。不如講翻你而家個問題好嘛？唔係，我解釋緊。有好多人話非法係絕對唔得㗎嘛，咁佢當係支持啲非法嘅群眾做咩啊？仲支咗成好耐喎，陳鑑林都有份㗎喎。戒嚴令啊，由李鵬宣佈㗎。你而家講緊天安門係咪啊？係啊。同呢個議題冇關係。佢話一定要合法啊嘛，咁佢當時點解支持非法嘅行為啫？你係咪支持翻係咪先？請你翻到議題上面。即係你自己打嘴巴咯。從來都唔會支持非法行為。咁你戒嚴令嗰啲咩嚟㗎？唔該你哋你彭戒嚴嗰啲咩嚟㗎？肯定嘅，嗰個你即係話當時你係錯咗啦。你打嘴巴係咪？非法就拉，冇得傾。係啦，咪拉達殺都得添。你當時點解爭住去啊？呢個鄭耀棠同埋梁國雄議員，請你翻到議題上邊，唔好喺度。葉國謙一定有份啦，我都見過你，擔住黑紗喺度死咗老豆咁，因為真係國殤嚟㗎嘛。所以我老實講，同你哋講冇用，韓龍都俾你拉過，係咪？圍住嗰1000人我有份啦，不過放咗我啫話香港人歧視韓國人啫嘛。嗱，好簡單。所以陳鑑林講嘅咧，完全係亂講嘅，法不責眾。你個政府無道啊！你今日講咩法律啊？你都支持過啦，4.5天安門事件嗰陣時，你講冇死過人添啦，我哋去送花圈，話我哋反革命啦，跟住四人幫倒台，你係咪拍手掌？我俾人呃咗啦，係咪啊？跟住你而家將來6/4平反，你都話俾人呃咗㗎。你話你逢係，我而家問你啊，李鵬頒布嗰戒嚴令係算唔算數啊？戒嚴令啊，你支持咩啊？當日有冇支持啊？請你對住我哋講，使唔使道歉啊？話你當時錯咗啊？講嘢，你凡係犯法都唔支持啊嘛！快啲講啦！話當時錯咗，成個工聯會、成個共產黨錯咗啦。黃國健都有份啦，一定贊成㗎。
一定贊成話嗰個軍管係錯嘅，打到你好，行添嘛。呢個時間夠啦。嗱，講嘢